月18日星期六下午13点，在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举行了大型示威游行，以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针对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的压迫政策。在组织者埃尔文·坎塔尔和哈堪的带领下，抗议者人群从汉堡的中央火车站前往城市广场，约有1500人参加了这场大型抗议活动，包括来自慕尼黑的维吾尔人。同时，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埃斯开尔江、东突厥斯坦国民议会的阿卜杜卡迪尔·图姆图尔克和东突厥斯坦文化和信息中心代表阿卜杜拉热苏勒出席了活动。在城市广场的新闻发布会上，来自受威胁人民组织的汉诺·谢德勒和圣民党副主席迈克尔·韦因利希表示，他们对维吾尔人的这种迫害感到难过，他们将始终支持维吾尔族和其他遭受迫害的社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利贡艾莎通过其社交媒体账户发表了有关其父亲去世的声明。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声明如下：1年半里，我收到了2个痛苦的消息。我母亲于2018年5月在集中营去世。母亲去世1年半后，我从中国渠道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我没有其详细信息，但是我毫不怀疑地说，他们是中国国家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习近平陈全国和薛克莱提扎克尔是我家庭和成千上万维吾尔人的谋杀者。来自土克曼尼东突厥斯坦、南突厥斯坦和叙利亚土克曼的足球队在伊斯坦布尔宰廷波尔怒举行了突厥世界足球锦标赛。东突厥斯坦、南突厥斯坦、伊拉克土克曼和叙利亚土克曼足球队参加了比赛。突厥世界足球锦标赛第1阶段比赛已经在宰廷波尔怒开始。中国武汉一位著名的中国科学家周一表示，已在中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超过200人患病的神秘冠状病毒，目前能够在人际之间传播。专家周一表示，最近几天至少有2人尽管住在离武汉数百英里的地方，还是感染了这种肺炎类病毒，这表明这种疾病正在人际之间进行传播。现在可以说肯定有人传人现象。科学家钟南山周一在国家电视台的采访中说，他是政府指定的专家小组的负责人。另一方面，香港专家表示，新病毒基因与非典有近80%相似。当局周一还报告说，在日本、韩国和泰国也有病例报道。周一，在温哥华法庭开始了针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高管的引渡听证会的第1阶段。此案激怒了北京。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于2018年下半年逮捕了华为的传奇创始人之女孟晚舟。华盛顿指责华为违反伊朗的制裁，利用一家香港的空壳公司向伊朗出售设备。在引渡听证的第1阶段，他将着重于针对孟晚舟的指控在美国和加拿大是否都被视为犯罪。中国外交部周一抱怨说，美国和加拿大侵犯了孟晚舟的权利，并呼吁释放他。伊朗国会一名高级议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专家得出结论，认为人为错误是乌克兰飞机失事的原因。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0日消息，伊朗国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宗诺利在当日承认，客机坠毁时发生网络攻击或电子战的可能性已被排除，但当局将来可以进一步研究此类问题，以获取任何相关证据。1月8日凌晨，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 PS752 航班在德黑兰霍梅尼国际机场附近坠毁，机上所有176人遇难。